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微小生活课语的时候了。现在要学讲客家话哟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教买东西的单位啊，跟着徐老师念哦。一包、两包，那个包呢，客家话是念包包；一只、两只，一支支，就是一只、两只支；一块、两块呢，一块肥皂、两块肥皂，那个块呢，客家话念的是呆。呆一呆就是一块，盒子的盒呢，哈哈，所以一盒就是一哈一哈。再来一把两把蔬菜，一把两把把，一个两个的个，一扎两扎扎扎。然后呢，瓶瓶罐罐那个瓶呢，客家话用念是干一干两干干。干，对，很好。一斤两斤的斤呢，斤斤一斤两斤斤。再来一袋两袋的袋子的袋呢，念胎一胎两胎胎。哦，很好。现在复习一下数字，跟着我念1到10，待会呢套进去就会用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都会了，好感动哦！徐老师教过大家都会了哈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套句型咯。首先你要问说这个怎么卖呢？呀咋用诶卖呢？呀咋就是这个东西，呀咋用诶就是怎么用诶，卖就是卖东西的卖的意思。呀咋用诶卖呢？或者是大家都很会讲的一句客家话，一斗钱。一斗钱就是多少钱？那现在我们来套用单位哦。来，比方说我要买1块多少钱呢？一袋一斗钱。再来一次哦，一袋一斗钱。再套公式，我要买5个多少钱？5袋一斗钱。5袋一斗钱。好，来考试哦。3袋多少钱？来，你们说。3袋一斗钱，3袋一斗钱，好棒哦！再教一句话，杀价一定用得到。一个老板说：“可以算便宜一些吗？”这句话是这么讲的：“做一的算哈便宜单位嘛，做一的算哈便宜单位嘛，宾客喜相逢。”来，占便宜4茶牙油，跟我念4茶牙油，英文用 sponge。今天学到这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复习一下喽，跟我念一次来：包、几、袋、哈、把、扎、干、斤、胎，好棒哦！这个怎么卖呢？要怎样的卖呢？要赚1斗钱呢？做一的说哈便宜单位嘛，记得占便宜4茶牙油，英文用 sponge。就学到这喽，我是徐薇，拜拜。